各位兄弟，东方不败犯上作乱，你们还要为他卖命吗？教主武功盖世，各门派早已俯首称臣。识相点儿，投降吧。多说无益。手底下见真章吧。烈虎兄弟，快，烈虎兄弟，你们先走，这儿交给我们。哎呀！东方不败。你们来的比我想象的要早。我从未如此迫切的想要杀一个人。憎恨真的让你变成熟了。我只是想替死去的人讨一个公道，为武林的未来博一个太平。虚伪。辟邪剑谱。葵花宝典和辟邪剑谱本来就是上下部，你要小心。看来我高估你们了。烈虎大侠！烈虎大侠！烈虎大侠！东方不败，你气数尽了。就凭你们？
没事吧，冲哥？这便是你们所找的葬身之地。我身负葵花宝典、吸星大法、辟邪剑谱3大奇功，普天之下有谁是我的敌手？
你也要与我为敌？多行不义必自毙，怨不得旁人。我在你眼中也不过是蝼蚁之辈。死到临头了，还只一我。你们以多欺少，令狐冲还不是死了？如今剩你一人，还能掀起多大的风浪？是吗？花如红琼，听如火墨。微风尘指引，从不惑。云山苍苍，日月戛然相逢。逆流中，天地间，谁我与都有它生存的意义。我的事，就是看你命赴黄泉。哎，你看啊，我俩口味都这么像，你爱吃这个是吧？我也爱吃这个，所以啊，我俩就是天生一对儿，注定是一家人。我陪你一起。教师生蓝长老。换血大法果然神奇。蓝教主的大伦大德，东方无以为比。干脆你跟我回五毒教，我把五毒教教主之位给你，你带领五毒教打开江湖新局面。正所谓儿女情长，英雄气度。如今东方大业未成，实在不敢提及儿女私情，怕是若心中有了牵挂，便会被敌人寻找破绽。东方不敢接受姑娘美丽，还望海涵。你今日不愿意娶我，不要紧，总有一天，等你大业功成，知道我